吊環真係有咁難？其實佢先係最啱初學者嘅訓練器材。首先，吊環可以隨意咁調校高度，令我哋能夠自由控制強度。做唔到引體上升，可以較低啲個吊環，用腳輔助咁做。掌上壓太難，亦都可以較高啲個吊環，身體傾斜咁做掌上壓。呢個靈活性，相信係雙槓同埋單槓都比唔到我哋。其次，吊環可以自由旋轉，方便我哋揾到最舒服嘅發力角度，特別適合關節活動度唔夠嘅新手。就好似我有個學生長期坐 office 做地面 push up，膊頭都會覺得好繃緊。換咗吊環 push up 之後，因為可以自己調校手臂嘅角度，就覺得舒服咗好多。結果胸肌越嚟越大力，唔單止係胸肌厚咗，膊頭嘅活動度亦都有改善。所以吊環並唔係高手嘅專利，初學者反而最應該由吊環開始訓練。如果你都想開始學識點樣用吊環，歡迎參加我哋專為新手而設嘅初階徒手訓練班。有興趣嘅朋友可以點擊 bio 下面嘅 Chi Link 連結報名。